各位觀眾大家好，呢啲呢都係村民揮之不去噩夢，每一位呢都喺呢場災難入邊深受其害受災人士。上面有啲水泥分開嘅，啱啱就喺我頭頂上面，喺廁所嗰度，啱啱開始嗰陣聲唔算大，係最細聲嗰種，但突然之間，砰一聲，佢哋話有啲水泥跌咗落嚟。呢個活動係要紀念大樓倒塌1週年啦。我哋而家呢正身處喺呢個 STN 大廈內部入邊，其實喺之前一段時間都係完全未開放過俾任何傳媒入到全面咁樣睇下現場環境啦。今次呢，我哋終於可以親身入到，清楚見到晒成個現場目前最新狀況啦。啱啱滿1週年日子，所以喺依家呢個時候依然都會有舉行一啲做功德紀念儀式，好多受難者家屬都特登到一齊參與，為已故親人誠心祈福。而家呢，就正式開始喺誦經做功德莊嚴儀式，全程由9位德高望重僧侶一齊主持。事件有93人喪生，有啲人對各種善後措施都仲好擔心，有啲人即使過咗1年都仲未能釋懷，依然好傷心難過。各位觀眾收睇嘅朋友，我帶大家回顧大廈倒塌事件。當時有好多內部員工同埋其他人都喺入邊，大家都好努力救人，亦都有啲人呢係試圖呢打破牆壁呢去救出被困人啦。成棟大廈呢都受到影響嘅。2025年時候，如果回帶返去3月28號，當時喺緬甸聯邦共和國發生咗一次8.2級大地震，震央呢就喺班德利亞市附近，地下大約10公里深，距離泰國大約326公里。而呢次地震呢，正係由 Sky 斷層帶所引起。呢條斷層帶呢，總長度已經超過1200公里，係一條混合巨大能量活躍斷層。佢沿住南北方向縱向貫穿成個緬甸中部地區。咁最終結果導致一棟高度達到33層嘅，目前仍然喺建設當中且佔地面積超過11來宏偉建築發生整體性倒冧。呢一座令人困惑大樓自2020年開始興建，預計會喺2026年完成。今年建築費用已經超過21億3，由 ITDC CRC 聯營企業負責施工。呢個係意大利泰國公司同其他公司合資集團，而家係泰國有限公司。至於嗰次事件造成損失數字，發現有95人死亡，1人失蹤，得返9人生還。之後，審計署辦公大樓或者叫做 Swatrong， 最近喺2019年4月1號 ，Swatrong 總督呢就喺機構內發出通告信俾機構入邊員工，咁內容呢係邀請大家一齊合作，同心協力，一齊渡過呢個難關，仲提到關於愛心。呢次已經係第3次發出呢一類通告信啦。信件入邊特別用咗一啲帶有情感字眼，目的係想盡量避免產生正面衝突。不過好可惜啦，因為之後受到社會各界廣泛批評同埋質疑，結果呢封通告信呢最終都被迫取消咗。喺之後呢，3月30號呢，40位成員共同努力之下呢，正式成立咗一個專門委員會嘅跟進件事啦。至於緊急救援部分呢，亦都已經喺舊年5月13號嗰陣正式宣告結束㗎。經過咗一連串行動同埋努力之後呢，講到大廈倒塌案呢，其實有一個好清晰時間線，就係喺2568年4月2號，特別案件調查局 DSI 正式接手大廈倒塌案，將呢一單案列為特別案件。有可能涉及泰國公司參與建造，亦都有可能係外國公司。DSI 已經開始調查真正涉事公司，主要分為3類。第一類呢，就係同外國人做生意或者係外資公司。第二類呢，就係 DSI 有權調查嘅唔符合工業標準產品。之後喺2568年5月13號，調查員警察總部同相關部門已經向刑事法庭申請發出拘捕令，要捉同建造審計辦公大樓有關3個集團，共17人，包括聯營公司、承包商管理團隊同埋簽署認可工程師團隊，當中包括承包商管理團隊、工程師團隊負責驗收，當中包括咗貪污案主角 Premchai Kanasuta。刑事法庭喺2日之後就批准咗拘捕令。當時聽汪徐先生特別強調嘅壓力測試，話混凝土質量嘅好多地方都仲未能夠達到合格標準，以致導致其他人死亡，仲包括一齊偽造同使用假文件罪名。根據1982年大廈管制法同埋2017年政府採購及服務發展法，仲有相關部門同規定，全部都要一齊執行。喺3000幾項調查入邊咧，配合證據係真係非常之多，所有科技相關內容工具包檔案全部都有跟進，有進行調查。同時，中央會計部同相關單位一直跟進監察取消建設學院項目合約。多方消息指，
工作正持續進行，涉及政策考慮或者權力分配。今次集合喺社會各界人士咧，慷慨解囊善款同埋多方面支援。經過統計發現，籌集到總金額已經超過咗1億2 900萬泰銖。呢啲錢會用咗初步舒緩受災者同埋家庭面對生活困難。今日啱啱係事件發生1週年日子，作為我哋身份，我自己真係好傷心。每次揸車經過呢度都會諗起呢件事。呢棟樓本來存在，但而家已經同93條人命一齊倒塌嘅，仲有3個人仲未揾到。至於調查過程呢，我哋都盡咗最大努力去做啦。依家相關部門呢已經遞交咗終止建築合約文件，亦都開始向承建商追討賠償。賠償已經跟進咗，現正解約、追討索償同埋重建。